呢個題我覺得幾爆喎，因為我見過有情侶要做完全透明派，即係手機密碼、社交媒體、銀行戶口乜都要知。另一種就係私人空間派，連結咗婚都堅持要有自己嘅世界。我都有見過啊，咁你自己企邊邊先？我係中間派，有啲嘢可以分享，例如 Netflix 密碼，一齊煲劇方便啱嘛？又或者旅行 booking 個 account，check 行程都快啲。但有啲嘢我真係覺得係一定唔得，例如私人信息同 email 等等。但你唔驚對方覺得你有秘密咩？唔係有咩秘密，而係要有空間。你知唔知我見過最誇張嘅例子係乜？有對情侶要求對方裝位置共享 app，24小時 check 住對方啊。聽落好似坐緊監多過拍拖喎。係喎，佢哋話嗰啲叫安全感喎，但我覺得係被監控。我其實都唔係男友控，自己又唔中意俾人 check，所以我從來冇要求完全透明。不過對方又唔可能零關心，有啲嘢都會問下。例如咩先？我試過半認真半試探咁問，如果我話要睇你部電話，你會唔會俾我睇？佢答得好爽快，隨時啦。嗰一刻我個心其實已經定晒，因為你知佢唔介意。係啊，而且老實講，如果一個人真係要做假，要玩蠱惑，點都做得到㗎啦。既然係咁，又何必自尋煩惱呢？呢句要做假嘅人點都做得到，真係 relationship 嘅鐵律。就算佢俾晒所有密碼你，佢都可以用第二部機、第二個 account 搞佢嘅地底世界。你查到嘅都只係面嗰陣咋。所以其實問題唔係密碼度，而係信任啊。你可以冇密碼，但有信任，兩個人都過得好自在。反而你有晒密碼，但成日想 check，大家都會好攰咯。咁如果真係要揀一個密碼交換，你會揀乜？外賣入咯，至少佢肚餓嗰陣會諗起我，仲可能順手幫我嗌埋甜品添，皆大歡喜。